媒朱森明报道。时隔3年，艺术节外国艺术家进校园再次启动。日前，来自奥地利的施蒂利亚欧洲流行乐队走进上海财大，为大学生们带来了富有奥地利风情的表演。传统的乐器，活力而奔放的表演，奥地利音乐家们一经亮相就赢得了大学生们的阵阵叫好。专程前来财大演出的施蒂利亚欧洲流行乐队，擅长将奥地利、爱尔兰以及澳大利亚当地的传统音乐融入到创作中，音乐结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，颇受年轻人的喜爱。异域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精彩的，非常有利于拓展我们大学生的视野。我们希望以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、容易接受的形式，把我们的民族音乐展现给大家。据了解，外国艺术家进社区、进校园活动完全属于公益性质，参演者不收取任何演出费用。组委会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，将艺术节中心引进的好剧目送到市民身边。记者王琦报道。